今日同大家去講嘅就係喺姓名學入面嘅姘字啦。呢個姘字係代表啲乜嘢呢？姘係代表咗咧一個志向。你見到上面嘅字寫住個士字咧，下面個心啦。呢個士字咧係代表咗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佢有冇一份心去立志咧？立一個方向啦，立一個志願咧？所以呢個字對於我哋咧平民百姓或者一般人嚟講咧，要追求目的咧係一個好有能量上面嘅幫助嘅影響。但係最重要嘅地方，呢一個字同你嘅命格配唔配合咧？配合嘅有啲乜嘢效果咧？如果呢個姘字咧合適命格咧，呢啲朋友咧佢咧對一啲事情咧就會咧嘅分界咧就非常之清楚嘅，黑同白啊，高與低啊，或者係唔同嘅國界入面咧，佢會界得好清楚。姘呢一個字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處理一啲危機啊，或者一啲不如意嘅事咧，即係呢個逆境波咧係特別強去處理咯。合適一個人用嘅話咧，佢好清楚自己嘅人生方向係要做啲乜嘢，達成啲乜嘢。佢做任何事咧都係目標為本，不到黃河心不死，拗到下唇出晒血，佢都要堅持去做好嗰件事咯。就係呢個就係姘呢個字合適命格用嘅特質。如果呢個姘字同咧一啲朋友佢嘅命格同埋咧佢與生俱來咧嗰個能量嗰個數據嗰個寄存咧係出現不吻合，甚至會有矛盾嘅話咧，就會出現一啲情況咧，就係好怕面對壓力。任何事情咧有阻撓啊或者唔如意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係咧發脾氣啊、唔開心啊、壓力啊、抑鬱啊、唔開心啊，或者最簡單咧，你會見到佢容易就係黑面咯。再加埋咧姘呢個字咧，如果咧一個朋友咧佢係唔適合用嘅話咧，佢會經常咧都會咧眷戀一啲舊有嘅嘢喎。我讀書嘅時候咧係賽跑冠軍嚟㗎，我以前咧係乜嘢成績又點啊。細佬，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好中意咧用一啲咧當年咧曾經出現過嘅事情啊效果咧嚟去為自己去建立呢個自信心，亦都用呢一啲咧嚟咧去咧壓制咧啲後輩，話俾人聽咧我有幾勁，攞翻自己嘅尊嚴咯。所以同埋咧呢個姘字咧，你發覺到佢咧，你同佢傾偈咧，真係我哋講句俗語咧，就係叫九唔搭八。因為咧，你問佢嘅問題咧，佢都唔知答緊你啲乜嘢。你問佢今日想食啲乜嘢，有嘢食就好咯。食啲咩唔緊要啦，成啊！即係佢嘅答案咧係非常之模糊嘅。咁上級問你，我上個禮拜俾你個 file， 你做完咗未啊？成啊，做過下啦，又未做完，不過又差唔多做晒。即係佢好怕犯錯，亦都好唔知自己想點嘅。做咗咪做咗咯，未做咪未做咯，做咗一半咪做咗一半咯，清清楚楚。去講俾人聽咧，佢對於佢嚟講咧係一份壓力或者係份唔適應嘅情況咯。你有冇啲朋友會係咁樣嘅？有冇啲朋友叫阿姘有呢啲情況嘅？提一提佢一個名，真係同佢嘅命格唔適合用咯。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喎，如果姘呢個字係唔適合一個人用嘅話咧，你會發覺到佢咧真係冇咗自己嘅志向，冇咗自己嘅方向，想做啲乜嘢，想達成啲乜嘢啊，或者佢10年之後想做個乜嘢人啊，5年之後要儲幾多錢啊，佢完全係模糊不清，所有嘢都係隨波逐流，人做乜佢做乜，你游水跑步我就跟住你游水跑步，你要等升職加薪我就同你一齊等升職加薪，個個都爭住做嗰一啲同層次嘅工作，佢好難去超越到一啲高嘅位置，或者做到一啲有層次嘅崗位咯。明白我意思嘛？健康就係財富。如果一個名呢個姘字合適用嘅話咧，個健康情況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如果合適用嘅情況咧，你會發覺到咧，佢睇嘢嘅眼光咧係好清晰嘅，因為佢目標為本嘛。佢睇每一個細節啊，或者點去做好啊，呢啲過程入面咧，佢嘅眼光非常之鋭利，亦都睇得好精準。同埋咧，你會發覺到咧個姘字咧合呢個命格用嘅話咧，佢嘅皮膚啊，同埋咧佢嘅人嘅光澤咧係特別強，同埋一個皮膚嘅質素係好好嘅，即係比較滑啊，比較呢個有呢個白裏透紅呢啲特質咯。再加埋咧姘呢個字咧，亦都係代表咗一個人咧，佢好食得㗎，好拆得，因為佢嘅消化力咧係非常之強咯。你有冇啲朋友叫阿姘有呢啲情況？咁即係代表咗佢係合適用呢一個姘字咯。但係咧，如果唔合適嘅話咧，佢出現嘅健康問題咧就會有呢個腸胃差嘅情況啦，
佢經常話俾你聽咧，食嘢咧就冇乜味道，會容易有口淡嘅情況啦。如果你係叫緊阿志嘅話，你有冇啲口淡嘅情況出現啦？再加埋咧，你好似食少少嘢咧就已經係飽咗，但係你又唔係真係飽喎，但係咧已經覺得好似好多頂胃啊，或者個胃好脹啊，所以會容易有呢個胃病嘅情況，一個幾嚴重嘅問題嘅。如果呢個治字對於一個命格係唔適合用嘅話咧，佢會好容易咧就係咧肛門咧就會生瘡。直腸咧就會經常塞車，甚至乎嚴重啲咧就會咧喺佢嘅腸臟咧就會出現咗啲癌石，即係癌細胞或者腫瘤嘅情況咯。所以檢查下治字對於你嘅命格合唔合適用啦，因為呢樣嘢係可大可小，直接影響緊你嘅健康㗎。如果呢個治字合命格用咧，對你嘅金錢運有啲乜嘢嘅特質？你會發覺到咧自己嘅金錢啦同埋事業咧，除咗係如願以償，所有事都真係在你掌握之外咧，仲有最特別嘅地方咧，經常咧都會有貴人咧走嚟幫你，俾機會你去升職加薪，俾機會你咧去表現自己，容易咁去賺到錢，容易地咧咁去攞到一啲地位或者甚至乎一啲影響力，同埋咧佢做一個領導啊，或者佢做一個銷售人員都好啦，就會好容易咧吸到一啲好嘅下屬啊，一啲叫做 fit 馬。會咧經常有啲 fit 馬咧去幫住佢咯，同埋咧去吸引啲客戶啦。基本上咧好簡單嘅講解咧都出成拜噶啦，之後已經咧可以達成交易咯。所以呢個治字亦都影響緊我哋嘅事業，同埋影響緊我哋嘅金錢咯。如果相反地咧，呢個治字係唔適合用咧，係不適宜用嘅話咧，同個命格唔配合嘅話，就會出現嘅情況。最簡單最容易見到咧，佢係一個月光族，個月咧基本上咧就係1號出糧，15號就開始冇錢使，20幾號咧就要咧去借錢度日，跟住去到出糧嘅時候又找數又重複，就生命不停咁樣去輪迴呢啲事情發生，我哋俗稱叫做月光族咯。個月都使到乾乾淨淨咯。最恐怖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唔覺意咧，仲碌埋卡嘅話咧，就會透支咗好多唔同嘅數會承擔咗好多唔同嘅債務咯。所以有個治字嘅朋友，你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呢個治字真係非常之唔適合你用咯。再加埋咧呢個治字咧，你話我冇爭人錢㗎，我冇碌卡啊，我好有心機咧去為自己儲錢。好啦，你好有志向咁樣用呢個治字咧喺你嘅命格上面咧，為自己咧去建立財富啦，開始儲錢。但係你會發覺到有一個情況咧，就係當我儲錢儲到咁上下，又唔知有啲乜嘢事，有啲乜嘢嘅意外，又要將我呢一嚿錢咧去處理某啲問題，要儲10萬蚊。未去到8萬蚊啊！我已經啲錢又要調翻轉頭咧，就要由零開始，生命重複。因為唔知有啲乜嘢嘅意外，突然之間又要使咗呢一筆錢出去咯。明白嗎，各位朋友？所以真係唔怕生壞命，最怕改錯名。個名同個命格唔配合嘅話咧，你會發覺到人生咧係經常重複同埋勞而無功咯。喺呢個關係上面咧，如果你用個治字係合適你嘅命格咧，你會發覺到咧，你好容易咧真係吸引到啲同志啊，即係大家同一個志向啊，大家唔好誤會另外一種同志啊。呢個大家同一個志向，包括咗咧你嘅另外一半啦，你啲朋友啦，你會發覺到咧好同你嘅諗法啊、志向或者想達成嘅目標啊，或者唔同嘅使命感咧，大家會好配合。尤其是咧，你會發覺到咧，你另外一半咧係特別支持你，不論你另外一半咧係男朋友定係女朋友。當然我講緊係一個正常嘅男女關係啦，你會發覺到咧，佢吸引到咧你另外一半咧，會同你咧有共同嘅步伐、共同嘅方向，正㗎。相反地咧，如果呢個治字咧唔適合嘅話咧，你永遠發覺到咧，同啲人相處咧，一定同你係反行其道嘅。你同佢如膠似漆咁樣追求啊，大家戀愛啊，喺埋一齊啊，或者甚至乎做埋夫妻都好啦，因為你呢一個治字。就會咧，經常大家有一個叫對立嘅情況。你話向東走好啊，佢就要向西走。你話咧，今日要去食齋嘅話咧，佢就話俾你聽，今日要鋸牛扒。你會有冇啲咁嘅情況？永遠喺感情嘅世界咧，一定會招引呢個對頭人。喺朋友嘅關係入面咧，喺任何一個圈子、同學或者團隊，你做啲乜嘢？都硬係一定咧係有人咧去反對你啊，不認同你嘅意見。全世界認同都好啦，佢都係要啦阻頭阻勢，令到件事情發生唔到咯。有冇啲咁嘅經歷？一個更加嚴重嘅地方嘅話咧，如果你呢個治字係對於你係唔適合嘅話咧，你嘅感情世界咧就會好多時咧就會俾人咧去揾你笨。人哋運用咗咧一份你嘅同情心啊、憐憫心啊，而咧去
要你去做一啲唔同嘅投資啊、金錢上面嘅運用咧，甚至乎再嚴重啲嘅就係咧，會俾人哋咧騙財騙色咯。明白嗎？各位朋友，如果你嘅名字真係有個智字嘅話咧，你真係要去盤算翻下你過往嘅人生咧，到底呢個智字係合適你用啊，定係不合適啦？合適嘅話，你就係人生就如虎添翼；如果不合適嘅話，咁你又會發覺到自己係時時掣肘咯。如果大家咧有嘅中國文字喺名字上面運用咧，想 Ken Sir 為你去講解翻嘅話咧，你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區咧去留言話翻俾 Ken Sir 知，我個名有個乜嘢字，你可唔可以幫我講解下？得嘛，各位朋友，就講到呢度，下一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